实也还蛮容易读的哈。深奥是指它的神学很深奥，那字句很容易读，自然会觉得有点，你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这个白纸黑字看起来很容易读，可是为什么神学很深奥？就是在读罗马书都要很小心，因为很容易会断章取义。好，然后就是看那个字句呢，就照那个字面上去解释，其实很多时候，其实保罗并不是那个意思。好，保罗写罗马书给罗马地区的众教会，其实他是为了要处理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教会内部有产生信仰上的分歧，他们照着他们的信仰做了一些解释，但是这些解释都不一样。那我们先了解一下，之前牧师应该也有提过，当时候就是新约时代那个时候，初代教会里面大概有3种人。罗马教会里面，第一种人呢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就是从旧约时代，他们就是从亚伯拉罕，他们血统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一直流传下来的持守传统的犹太人。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这一群犹太人里面，后来耶稣基督来了嘛，然后他们就有一群犹太人，其中有一部分的犹太人就跟随了耶稣，他们成为基督徒。那在那个时候，或者这个时候，我们叫做犹太基督徒。好，那另外还有第3种人，原则上是这3种人。另外有一种人就是像我们现在的，我们也没有什么犹太血统，所以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是犹太基督徒，我们就是怎样？我们就是基督徒，或者在圣经上来讲叫做外邦基督徒。我们在神学上的称呼叫做外邦基督徒。那今天呢，这3种人在罗马地区的教会产生了一些对立，想法上的一些对立，意见上的对立。那保罗就是要来解决、化解这个状况的。所以呢，在化解这个状况，那我们就要先把时间拉回旧约时代，我们先来理解犹太人他们的想法。这些犹太人，他们当初在旧约的时候，国家灭亡嘛。然后他们一群被掳归回的人，然后他们就发现他们之所以国家会灭亡，就是他们没有遵行上帝颁布的律例典章。于是呢，有一群犹太人，他们开始紧紧抓住那个律法。简单来讲，他们就是把上帝所颁布的诫命律举得很高举上帝所颁布的诫命律例没什么不好啊。问题就在于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他们是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这个法律，解释上帝的诫命律例，以至于他们就变成了自以为意的犹太人。问题就出在这里。问题他们不是用上帝的眼光跟心意来解释律法，他们是用自己的心意、自己的好恶来解释律法，然后要让大家来遵守，要让全部的犹太人来遵守。好，他们这样遵守，他们这是一个过程，一个历史上的过程。然后除此之外，他们还盼望弥赛亚的降临，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失去国家了，被掳归回之后，他们是在罗马。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是被罗马帝国的统治，他们非常想要自己重新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国家，所以他们盼望，因为那是在旧约时代有先知的预言，说必有弥赛亚一个救赎主会带领他们，好，意思是说他会成立一个新的王国这样子，好，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期待。果不其然，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果然出现了，就是我们在未来这几周，我们开始12月份会进入代降节嘛，然后耶稣基督的降生这样子。问题是，耶稣的降生他降生在马槽，他的身世非常的不堪，非常的就是贫穷，然后他的一些作为啊，他的一些理念啊，完全颠覆犹太人从一直以来的他们的传统跟思想，因为他们期待的是一个君王啊，期待的是一个可以让他们独立建国、革命的君王。怎么会是像耶稣这种形象呢？而且耶稣又不太守他们的传统、律法的传统，因为他们的律法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律法，耶稣是颠覆他们的一些传统。那这样子的一个弥赛亚，
基本教义派的犹太人所接受。问题是，也有一部分的犹太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他所传讲的，他的所作所为，是非常值得他们去追寻的。尼哥底母就是其中一个，就是他们就去追寻了耶稣基督，以至于追随耶稣基督的这一些人，这些犹太人怎么样？被原来的犹太群体视为叛徒，视为叛徒。他们觉得你们怎么会去追寻那个假的弥赛亚？当然，那个弥赛亚是假的，因为这个耶稣还被钉在十字架上，还被钉在挂在那个受咒诅的那个十字架上。所以这群犹太人呢，认为跟随基督的那一群犹太人是叛徒，这样子有了解吗？他们的背景，犹太人是非常高举自己的，但是呢，这群后来跟随基督的犹太人被原来的这个群体视为叛徒。本来是同根生的犹太人，本来他们的信仰都是在同一个脉络底下下来的，可是却在耶稣基督里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圣经上有说，耶稣基督是一块会让人绊倒人的石头。耶稣有说，如果不因为我们跌倒了，那人是有福的。果然，有人被绊倒了。犹太人跟犹太基督徒他们最大的差别，一个就是在自己的律法底下，有一边他们是一直在自己的律法底下，但一边跟随耶稣的就是在恩典底下，这是他们的差别。这个在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但是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称自己为蒙上帝所爱的子民，他们都说我们是蒙上帝所爱的子民，这一点就被那一群原来的那群犹太人看作是非常的不妥当。他们觉得你们这些叛徒凭什么蒙上帝所爱？你们根本不够格，你们根本不够资格。你们既然叫那一个耶稣的人称他为上帝儿子，称他为弥赛亚，这样子的事件让犹太人这样子的事情让犹太人跟犹太基督徒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在信仰的解释上产生分歧，不是只有初代教会有，不是只有在罗马书的这个时代有，我们现在也有。我们教会里对信仰上的解释有很大的分歧耶。不只是我们建成教会，包括整个长老教会，甚至包括外教派的整个，只要是奉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受洗的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包括普世，就是各个世界、各大洲的基督徒，我们在信仰上的解释也有很大的分歧。比如说，我们这几年来，我们在公共议题上就有很大的分歧，比如能源政策。到底要不要废核？有的人永和，有的人要废核。那到底能不能安乐死？有人觉得人的尊严 OK 啊，可是有人觉得我们的一生都在上帝的时候，你当然不行啊。同样是基督徒，我现在讲的是同样信仰的哦。不是基督徒，我们不管，我们现在就管我们的信仰群体。信仰群体对这些都有非常大的分歧，非常不同的解释。还有同性恋的问题也是一样。不管是怎么样的公共议题，在同样的一个信仰群体里面产生分歧也就罢了，不只是产生分歧，还产生互相批评、互相对立，好像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都要以我的为准，以我的为准。当我们用律法，就是用自以为义的角度来判断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专业领域，不同的成长不同的过程，这样子。我们对某一些事物，我们都有不同的判断。比如说，以安乐死来讲，最近就是傅达人的儿子，他就是因为他爸爸自己是罹癌的那样走过，他非常痛苦，所以他主张安乐死。就是很多事情是我们的经历过，我们才觉得说我们要支持什么，或者是我们要反对什么。没有错，这样子的过程可以让我们厘清很多现况，但是会不会让我们同时让我们迷失
在彼此批评、论断跟对立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上会有一些误解，因为我们都说不管是哪一边的基督徒都会说，这是我们按着我们圣经上的理解，所以可以怎样，不能怎样。问题我们基督徒读的都是同一本圣经，怎么会这样？好，然后呢，很多事情当然，事情没有发生到自己身上，我们都可以好像事不关己，我们好像可以比较客观来看两造。可是当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对不对？那么就可能会有一种情况出现，可能我们一开始已经选边站了，我就是要站这边，然后另外一群人我就是要站 no， 一边是 yes， 一边是 no。站好哦，大家壁垒分明站好了。可是呢，在这个时间在往后流逝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太早去下论断的结果，就是当我们有一天发现我们的判断或者是我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时候。怎么办？当我们发现自己是错误的时候怎么办？会怎么办？承认错误，那还蛮不错的。很多人的脸皮很薄我当初已经站在这边的，今天如果我要承认错误，我跨到这边去的时候，会被这群人怎么讲？你当初不是讲的脸红鼻子粗的，讲的好像义正言辞，你今天怎么跑到干嘛？跑到敌人阵营去了吗？就好像那些犹太基督徒他们跑到基督的阵营里面去，被原来的这群犹太人排挤、厌恶，真的不那么容易。很多时候，当我们发现站不住脚的时候，我们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很多人像吕翔这样讲的，真是 OK 很棒。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完全的释放和自由，但是很多人会为了保全自己的里子、保全自己的面子，会拒绝放弃原本坚持的立场，因为很怕被原来的人排挤，很怕面子挂不住，也很怕背起自己的十架。因为你要寻求别人的理解，比如说你当初是站在这边的，你今天很大的勇气，你跨到这一边来了，这一边的人会不会怎么说你？你当初把我们骂得跟条狗一样。因为保罗也是这样子的经历保罗当初他没有跟复活的基督相遇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摧残基督徒的，对不对？当他要成为一个使徒，有多少人其实，在教会的群体，很多人不太相信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你这个人到底是玩真的还玩假？真的不容易。当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去走向一个和平、走向一个理解的那个道路，真的是不容易。十字架在某个程度上真的不好背。耶稣会背起十字架，就是要来促进，他就成为和平之子，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重新和好，也透过这样子，我们彼此之间人跟人彼此的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和好。那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了我们曾经反对的那个立场，我们愿意去跟他们和好，寻求谅解呢？如果我们一直高举自己的律法，自己所定义的那个律法高举到一个程度，将对立升高到一个程度，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样的程度，那结果呢？其实没有什么结果，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各自表述，各说各话，然后两个群体就再也老死不相往来，没有结果，没有下文，结果就是不断冲突升高而已，还有什么？还能有什么好结果？对于这样子的未来，我真的是无能为力。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香港以目前的现况，就是中国政权他们不愿意聆听人民的声音当然，不一定说我100%都要听今天的麦克风。当然不是，后面听得到听得到 OK 了哈。当然不是说我们政府就一定要听人民的
香港他们中国政权的问题就在于，他们不尊重人民的声音，他们连听都不想听，他们也不想去理解。普加上。喂，哦，好 ，OK， 好，他们重点不是说一定要谁听谁的，重点是他们没有去尊重，他们没有去放下自己，稍微去聆听、去理解。问题就在这里。当然，我们不能把民主变成民粹，好像话老百姓说了就算，然后政府就变成好像这个挂名的。因为政府机关里面，他们有很多能人，很多各个领域专业的人，但是他们必须要聆听人民的声音啊，甚至特别是少数的声音。但是他们不肯啊，他们就是完全拒绝任何的沟通跟协调，所以现在的香港人才一直在争取他们的权利。我想今天我们都比较，就是青年嘛，哈，慢慢我们现在有爸妈的人，好，然后以后我们慢慢有自己的孩子，好，比如说赵明哥啊自己的孩子，我想现在的孩子跟过去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不太一样。我还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句话叫做"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就是父母说的都一定是对的。你小孩子就是不要给我插嘴，不要多话，就是听就好了，好，不能有任何的意见。有意见呢，也是被否决的那个。现在香港就好像都是这个样子。问题是时代在进步，现在的父母啊，我举手问一下大家，现在是父母说什么就一定完全准确，然后呢，你一定会听从父母的，请举手。对，不要说现在了，我以前我就不是这个样子啦，我就觉得说，你讲的没道理，我干嘛听你的嘞？别傻了，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会碍于父母的权威，因为父母有不同的父母嘛，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碍于现况，没办法，忍气吞声，你说算就算了，没关系啦，我先忍耐一下。但是在这样子长久下去，亲子关系会好吗？一定不会好啊！当我们的意见没有机会可以被理解的时候，被听见、被理解的时候，这个冲突对立永远不会消失的啦。所以当时候，不管是我们现在基督徒群体里面的对立冲突，还是当时罗马地区教会这些犹太人跟犹太基督徒他们的对立跟冲突，保罗怎么解决呢？保罗也在今天其实第9章的这个范围里面，第9章到第11章，保罗都一直在解决这个冲突。保罗说，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保罗又说，他就是要爱，上帝就是要爱雅各多一点，爱以扫少一点。然后保罗又说，你这个受造之物怎么可以跟造物主顶嘴呢？难道造物主一个陶匠，他不能随意拿一块陶土，一块做得很尊贵，一块做得很卑贱吗？他没有这个权利吗？有啊，当然有这个权利啊。当保罗对这些犹太人说这些的时候，是要这些犹太人，这些自以为尊贵、自以为对的犹太人，要他们明白，上帝的主权是不可挑战、不可侵犯的。因为上帝是上帝，人是人，人是要以上帝为中心而活。可是当我们的知识水准越来越高，当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才是绝对对的时候，要求别人就是要围绕在我们身边，按着我们的标准来活着、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上帝了。我们要认清，我们只不过是个有限的人啊，我们是个有限的人，是我们要去以上帝为中心而来活，不是以任何某一个人为中心来活。但是感谢主，也因为上帝的全能，
人类才有被更新、被重新开机的机会。牧师对那个3C 产品不是那么的内行，但是我知道有一点，就是当我的电脑或者手机宕机了，或者是它都不理我的时候，它的不晓得它里面怎么跑，程式怎么跑错误，它不理我的时候，我唯一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关机重来。电脑自己会关机吗？不会啊。只有使用它的人才能给它关机嘛。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如果出了什么状况，谁能帮我们关机重来？就是上帝啊，造我们的上帝才能帮我们关机，重新开机。所以就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继续对这群犹太人说：倘若上帝22节，我们请Kevin 放到那个经文那边，22节到24节，这里说：倘若上帝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并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并早预备好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上帝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这有何不可能？保罗的意思是，你们这些自以为义的犹太人，不要想你们是特别的，所以被上帝怜悯，被上帝拣选。你们要知道，你这些犹太人，你们是悖逆的，你们的信仰走到如今是那么的支离破碎，跟外邦人根本没有区别，甚至于比外邦人更惨。连外邦人还有良心，你们的良心到哪去了？然后保罗的意思是，既然像你们这样的人，上帝都愿意按着他的本性来拣选怜悯你们，成为蒙上帝所爱的子民，那更何况那一些人，难道上帝不能按着他自己的主权来怜悯、来爱那一些人吗？过去上帝如果可以拣选怜悯那些犹太人，如今上帝不能拣选怜悯外邦人吗？好，保罗就是这样子来对这些犹太人、自以为义的犹太人的呼吁。然后25节就像上帝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要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上帝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牺牲，有一群犹太人转而相信了耶稣，成为犹太基督徒。这一群愿意从自己原来这个壁垒跨越那个无形那个障碍，进到耶稣恩典里的那一群犹太基督徒，他们深刻体认到，因为在律法底下，他们只能认清一些事实，辨明一些真伪，或者是有一些是非善恶的这样的选择，但是他们对未来完全无能为力。然后他们在耶稣的爱与恩典当中找到了真正的平安，还有改变的那个力量，以至于他们愿意脱离原本的舒适圈，进到耶稣的恩典里。弟兄姐妹，我们本来这边没有犹太人嘛，我们本来都不是一群蒙爱的人，我们本来都是一群注定要在罪恶中打转的人。如今能成为上帝的儿女，称为蒙爱的子民，绝不是我们做的比别人好。我们不是因行为称义，我们是因信称义。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表示我们对自己的错误、对自己的有限无能为力。对于在律法谨守律法规条，或是用自己的角度来解释的那些，我们紧紧要抓住的那些，然后呢，我们也无能为力，因为我们并不能因为这样就让世界变得更好。我们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跟定位，才能在不同的领域跟立场里面寻求了解、寻求谅解，并且寻求合一。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人类奉差遣来管理这个世界，就是希望所有各个物种都可以共荣。
很多生物学家或者是环境科学家或者等等的，那个不是我的专业领域的，他们都非常保育，就是对于一些濒临绝种的物种，他们都开始会采取一些保育政策的一些措施，或者是新发现了什么物种，他们就马上会发表，非常开心。上帝就是这么的把世界造得这么的多元，他的心意是要在多元当中寻求一个共融。上帝将我们创造成完全不同的个体，在这世界当中，我们的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个性气质、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成长环境，这些在上帝里面都看为美好，因为我们是按着他的心意所造。既然在上帝的眼中看为美好，我们就更该在这么多元的面向当中互相尊重、互相了解、互相体谅、互相的接纳跟扶持。这也是体现在耶稣基督里牺牲的爱。很有可能现在，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因着人的眼光，因着我们自以为对的那样子的价值观，可能我们是那个批评人的人，也可能我们是被批评的人，可能我们现在正在瞧不起某一群人，也可能我们是那一群被瞧不起的人。但是我们要知道，只有耶稣的牺牲可以让我们从这样子的破碎当中走向合一，走向怎样的合一呢？即便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你、接纳你，但是上帝一定懂你，上帝一定接纳你。保罗书第8章的38节说：“当相信，无论是死是生，是现在的事，是过去的事，是将来的事，或是高处低处，或是任何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下礼拜是感恩节主日，刚才我们思会照明执事有报告，我们下个礼拜也会跟我们过去2年一样，我们会有一个感恩的上行之旅。上行就是我们可以走上台阶，直接自己走到上帝的面前，向他献上感恩。恩典到底是什么？可能有人说是健康，有人说是平安，有的人说是富足，这是外表我们可以看到的。但是很重要的，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该感恩的是什么呢？就是经历一次又一次，当我们在被瞧不起的、被人论断，在一个最终打转的那样子的一个深渊里面，我们可以被耶稣的爱接纳，被他救赎。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跨越不过去的那一个点，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去论断别人什么，我们也没有什么资格去论断别人什么，因为我们都需要，我们都是一群需要恩典的人，我们每一个都是蒙爱的子民。我们的恩典应该是更深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重新被上帝接纳，从失败的地方再站起来，从破碎的关系当中可以彼此的了解、谅解，进而和好。这样子的恩典比外表看到的更大。未来在这个礼拜，牧师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思想，好好的数算这1年来上帝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是什么。不只是外在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心里面的。上帝说，那不是蒙爱的，那本来不是我的子民，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在过去，无论我们用怎样的律法的眼光来看待别人，或是怎样被看待，无论我们怎样去批评论断过别人，或是我们是被那批评论断被排挤的，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
每一个人，因为耶稣是为每一个人牺牲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被称为永生上帝的儿女，是蒙他所爱的子女。何等大的恩典！我们的主让我们的生命有光彩，我们的主让我们可以重新来过，我们的主是我们的荣耀。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诗歌。使我们的软弱，主啊，求你怜悯我，扶持我软弱，伸手牵着背我向前走。主啊，重担为我挪，加添我力量，仰望永远你为我拯救。你爱怜悯中所藏。
道里面，我们看见主你荣耀的彰显，让我们的生命一天新似一天，让我们的旧我可以重新被关机，重新开机，重新开始。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与帮助，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